我来看交通的消息，台中一中上款人清在是吵，而且还佫有停车甲塞车等交通的问题。即马市府按说要推动友善环境的计划，禁止车辆出入一中的上款。不过因为在地惊会影响店头的生意，所以意见是无啥共款，希望会当个讨论。下晡2点也未到，街路上已经四界拢是人啊。台中市北区一中街人有够多，车更加是无道入去。台中市府为了解决一中商区人车乱斗阵问题，想要推动行人行路区这优先环境的改善计划。消息传出了后，民众反应无共款，变成不会常来，因为你难停车啊，你找个停车位要找那么久，你也怕被开罚单。送货的啦，或者什么早一点的时间，他会有时候开得蛮快的，对，所以暂时。对。骑车人烦恼原本停车搁较歹停，行李人认为讲对着提升交通安全有帮助。台中市府最近召开地方说明会，意见拢无同，烦恼改变消费者习惯，影响客源，也有时间期间无得应对这问题。当地民意代表认为，市府应该提出改善了后，有期增加人客，也有上机这数字，才有法度说服大家。让人车交杂的状况能够获得改善，市府也应该拿出具体的数字，让改善后预期增加的人潮跟商机能够持续增加，不是让一中商圈变得没落。同步向中央争取改善的经费，配合停车位的调整，来引导停车秩序。本计划目前为整体规划阶段，建设局将回应民众需求，持续推动检讨。台中市府讲，行人优先计划一中商区明年调查以太平路沿路支持度上悬，继续会向中央争取经费，同步改善当地停车问题。降低做生意的人因为影响，继续来听取民众意见，随时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